時間，到你兩腳一伸攞到嘅係你嘅繼承人。你嘅繼承人可以係你嘅子女，可以係俾爸爸媽咪，可以係俾你指定嘅人，係可以咁樣做嘅。OK， 咁你可以自己去參詳下。好啦，咁正式進入課題，我會分幾個部分俾你了解。第一樣嘢關於市場計劃上面認知，一堆數字嚟嘅啫。如果你唔係計數好差嘅人咧，放心，我哋唔使咩sin、cos、三角、直角、90度，冇嗰啲三角關係嘅。OK， 加減數嘅啫。好啦，咁第二樣嘢咧，我會會教你咧點樣咧好簡單可以去講到關於呢個市場計劃嘅。OK。好啦，到最後，因為你話要好熟呢個市場計劃，你唔會今日呢一個簡單嘅課堂裏面可以完成晒，但係你會有機會裏面，我幾時可以好似 Cohen 你咁樣會有自己嘅銷售團隊咧？我係咪要去做到去到你嘅位置，我先可以有咧？唔係，係你今日聽完呢一課之後，你已經可以去建立咗你嘅夥伴，因為你有機會可能揾到下一個 Angie。可能揾到下一個 Bill， 下一個係 Crazy， 你唔會知嘅，因為 Angie 總裁當年我哋去同佢哋一齊嘅時候，我哋都係同你一樣嘅位置，好似佢兩個咁樣坐咗喺度，一齊去學，一齊封銷會議，一齊成為公司推廣組，一齊成為公司嘅副總，一齊成為公司嘅全組，係因為咁樣而去做，並唔係先後，所以你唔會知道。你下一個會陪伴到你幾時嘅 ？OK， 好啦，咁認知部分關於市場計劃咧，第一陣間咧唔好寫啦，你聽啦，今日寫咗好多嘢啦，你哋老燒腦，影低張相就可以啦。OK， 你聽一次就可以入到啦。好啦，咁我需